做媽媽背負住嘅係家庭，揸巴士背負住嘅係更多唔同家庭嘅成員嘅安全。所以話做媽媽同埋揸巴士都唔簡單，責任好重大。嚟咗香港呢10年間，無論揸巴士又好，同個旅遊車河又好，我都係靠巴士嚟認識呢個新環境，揾到生活。唔好睇我年紀比較輕啊，我一個人擔起成頭家都冇問題，所以車務調動都難我唔到㗎。識得分配時間都好重要㗎，特別間中段空檔時間，咪去買餸返屋企煮飯咯，煮我女最中意食嘅雞翼俾佢食。有時個女會帶埋飯嚟站頭俾我食，見一見我，仲話第時要儲多啲錢養我。教屋企嘅細路同教學生揸車一樣，都要教啱佢哋條路點行，要喺張白紙度填色，希望佢哋嘅人生色彩繽紛。我老公同埋個仔都係車長嚟㗎，好明白大家嘅工作，同埋一間公司做接近嘅崗位可以增進感情，大家互相鼓勵同支持。母親節快樂！多謝晒。